兄弟啊，恁家己原晓得，阮入甲恁迄边并毋是多年的。阮从前伫会里被受害受辱，这是恁知影的。然而，也是靠咱的上帝放解胆量，伫大争战中，甲上帝福音传互恁。阮的劝勉毋是出伫错误，毋是出伫污秽，也毋是用诡诈。但上帝既然验中了阮，甲福音托付阮，阮就照样讲，毋是要讨人的欢喜，乃是要讨迄查验阮的心的上帝欢喜。因为阮从来无用过赞美的话，这是恁知影的，也无稳重着贪心，这是上帝可以做见证的。阮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会当叫恁尊重，却无向恁或别人求荣耀，只在恁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家己的囡仔。阮既是安尼爱恁，不但愿意将上帝福音传互恁，连家己的性命也愿意互恁，因恁就是阮所疼爱的。兄弟啊，恁纪念阮的辛苦劳碌，日夜做工，传上帝福音互恁，免得叫恁一人受累。阮向恁信主之人是何等圣洁公义，无可指责，有恁做见证，也有上帝做见证。恁嘛晓得阮安怎劝勉恁、安慰恁、吩咐恁各人。好亲像老爸待家己的囝儿共款，要叫恁行事对得起迄调恁入伊国、得伊荣耀的上帝。为此，阮也不住的感谢上帝，因恁听见阮所传上帝的道，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上帝的道。这道实在是上帝的，并且运行伫恁信主的人心中。兄弟啊，恁捌效法犹太人中，伫基督耶稣内上帝的国教会，因为恁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因受了犹太人的苦害同款。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甲先知，搁甲阮赶出去，因不得上帝的喜悦，并且甲众人为敌，不准阮传道互外邦人，互外邦人得救，常常充满家己的罪恶。上帝的愤怒临到因身躯顶，已经到了极处。兄弟啊，阮暂时甲恁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内却无离别。阮极力的想办法，真愿意见你的面，所以阮有意甲恁迄边。我保罗有2摆要去，只是撒旦阻挡了阮。阮的愿望甲喜乐，并所看的冠冕是啥物呢？敢毋是阮的主耶稣来的时阵，恁伫伊面前徛日得主吗？因为恁是阮的荣耀，阮的喜乐。